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本節目嘅主持人何善清，歡迎收睇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科技新聞節目。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則嚟自芬蘭阿爾托大學嘅突破性消息，研究團隊成功展示單束光執行人工智慧張量運算，呢項成果被視為邁向光速 AI 運算時代嘅重要里程碑。喺節目開始之前，先提提大家，製作新聞並不容易。如果你覺得呢段影片對你有幫助，請立即按讚並免費訂閱我哋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頻道，支持我哋繼續為大家帶嚟最新科技動向。如果有人同你講未來會有光速 AI 嘅時代，你信唔信？芬蘭阿爾托大學嘅研究人員透過將數據編碼進光波嘅振幅同相位，成功實現單次光速張量計算。呢個意味住複雜嘅 AI 運算將唔再依賴傳統電子電路，而能以光速完成，能效盡頸，有望徹底消除。未來呢項技術更可整合進光子晶片，為人工智慧提供超高速且低能耗嘅硬體基礎。研究團隊指出，呢項突破能大幅提升深度學習模型嘅運算效率，尤其喺卷積同注意力機制等核心演算法上展現驚人潛力。專家認為，若能成功商業化，將徹底改變全球 AI 計算格局，並為能源危機提供新解方。光速 AI 運算嘅時代，或許比我哋想象嘅更快到來。好，我哋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口號係帶你掌握最新科技動向，助你掌握未來。咁樣我哋知道呢則消息有咩用？其實呢個唔係淨係科技好勁嘅驚嘆，而係提醒大家未來嘅 AI 運算方式可能完全顛覆現有嘅硬體格局。對觀眾嚟講有3個得着：一、產業趨勢洞察，光速 AI 代表光子晶片同量子研究將成為下一波投資同創業熱點，科技從業者或者投資人應該把握呢個提前佈局嘅信號。二、能源與永續思考，當 AI 唔再依賴高耗能 GPU， 而能以光速完成運算，全球能源消耗模式將被改寫。對一般用戶而言，未來嘅 AI 服務可能更平、更普及，甚至隨手可用。三、職場與技能準備， AI 硬體進入新世代，相關領域嘅人才需求將急速增加，例如光子學、量子計算、AI 演算法優化。若能提前掌握呢啲知識，就能喺未來職場競爭中佔據優勢。換句話講，呢個唔只係科研突破，而係一個提醒，未來嘅 AI 世界正在加速逼近，我哋需要提前準備，先能夠真正掌握未來。最後提提大家，我哋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將於12月舉行打機同樂日，一個輕鬆又刺激嘅半天聚會，唔定只可以暢玩遊戲，仲係結識新朋友、交流心得嘅好機會。人生唔係淨係得工作，嚟玩半日啦！今次呢，我哋會玩一款經典電腦遊戲，大家估下係邊隻？冇錯，就係 Red Alert 2紅色警戒2。20幾年後嘅今日，佢已經開源合法免費任玩，更由網民製作成跨平台嘅網頁版本，免安裝，即使用手機都能玩，但係用電腦體驗更佳。為咗令到活動更添氣氛，大會特別創作咗一首歌曲，名為 Game Day Together。呢首歌呢，就由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創辦人 Lasco 親自製作，採用最新 AI 技術編曲，層次分明，火力全開。身兼吉他課程導師嘅佢，更喺歌曲間場設計咗一段約50秒嘅 electric guitar solo， 如烈焰般燃燒，直擊心靈。節目完結前，就俾我哋一齊欣賞呢首用心製作、充滿熱力嘅歌曲《Game Day Together》。拜拜。We march together into the fight, building dreams that shine so bright. The battle horns are calling loud, with friends united, victory is found. An afternoon of laughter fills the air, shared spaces where new bonds appear.
Our screens ignite, old skills return, our spirits take flight. Warm-up duels, the heartbeat fast, team battles where the tactics clash. No matter rookie or seasoned pro, if you dare to play, your freedom shows. Shared spaces where new bonds appear. A stage that's free, our screens ignite, old skills return, our spirits take flight. The warm-up duels, the heart beats fast, team battles where the tactics clash. No matter rookie or seasoned pro, freedom shows. We march together into the fight, building dreams that shine so bright. The battle horns are calling loud, with friends united, victory is found. This day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friendship's fire we all proclaim. Game day together, voices rise, our story lives on beyond the sky.好啦，啱啱聽完首歌點睇夠唔夠正哈？我哋灣仔298電腦資訊網真係人才濟濟，創辦人 Lasco 除咗係 IT 人，仲曾經係網絡創作歌手，有佢領軍，網站一定搞得有聲有色，精彩紛呈。嚟緊2026年，我哋會加強網站發展，舉辦更多活動，除咗電腦相關內容，仲可能加入音樂元素，等大家玩得開心，睇得投入。如果你仲未係我哋嘅會員，就快啲申請入會啦！可以喺瀏覽器輸入以下網址，或掃描屏幕嘅 QR code 填寫資料入會啦。填案遞交申請後，系統會自動發一封確認郵件俾你，要點擊確認電郵內嘅連結，先至能夠正式成功申請成為會員嘅。如果收唔到確認郵件，有可能係被誤判去垃圾郵箱，請喺度揾。如果真係收唔到，咁亦都可以電郵我哋嘅，我哋會揾同事幫你人手處理。歡迎大家一齊加入呢個充滿創意同活力嘅電腦社群。我哋係灣仔298電腦資訊網，我哋嘅口號係帶你掌握最新科技動向，助你掌握未來。Yeah.